这是？陆渊，陆渊，陆渊，你等等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我有事。喂，哪儿来的登徒子？干什么啊？小姐，还是没找到少爷，我们去那边找找吧。走。你们不认识我吗？不认识，也没工夫认识。我们走吧。对呀，我回到缘起之变之前，他们自然不认识我。等等！在那儿，镜花楼。小姐，小姐，唐人摊的老板说，少爷好像往镜花楼方向去了。镜花楼，闪开！闪开！都闪开！抓住他们！这几个人是西戎黑匪，都别愣着！上爷呀，带走！不行，我还没有把缘起之变告诉陆渊呢。皇后娘娘，哇，这么暴力！是他，没错了。袁姐姐。先杀了这个多管闲事的。啊！不行，这次我必须做点什么。机会来了！再来我就不客气。杀神的虎豹面，陆氏死后，南圣谁还有资格佩戴此面具？如此神力，究竟是哪位大将？阿石，阿石？不可能啊！陆氏浓眉广嗓，燕汉虎腮，怎会如此清秀？哎，不对，陆氏明明已经死了。阿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大将军哥哥，微臣救驾来迟，请陛下恕罪。大将军哥哥，我没事，那位哥哥有事。阿简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呢？我没事。带少爷和以华回宫。是。我不想回去，大家一起热热闹闹才有意思嘛。陛下，臣陪你玩。真的吗？嗯。姐姐，我走了。以华。皇后娘娘，谢谢你今天又救了我。无需谢我，今夜之事还希望你多加保密。皇后娘娘，我不是圣国人，所以敢问今为缘起何年啊？公子以为呢？大概缘起15年。今为缘起5年。我来到了10年之前。还有，我在陛下身边任职长公，切勿再叫我什么皇后娘娘，就此别过。不行，我必须把10年后的一切全都告诉陆渊。皇后娘娘，我长话短说，我姓沈，叫沈不言。我今天来找你，真的是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10年后的今天，李庸会投敌叛变，他会带着伪造的求和国书和城防图逃往北列，还有他会在亥时3刻从东门出逃。你一定要提前布防，你要保护好自己的养子，不能被他挟持了。还有，快些，义父在等着呢。你究竟在胡言乱语什么？我去过10年之后，我一定要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，好让你提前做准备啊。去过10年之后，你这话实属荒谬。我根本没有什么养子，李丞相也不会投敌叛变。今夜我不与你计较，请你速速离去。陆姑娘，你如何才能信我呀？不要再跟着我了，再跟着我就不客气了。阿渊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这是来，李庸。回宫。这么多孩童满屋，莫不是缘起皇帝的寝间？阿渊，靠近些。我去，李庸这是要对陆渊做什么？再靠近些。再近。丞相，烛火过盛，反而伤颜。他以为大圣靠的是谁？什么叫独断专横、只手遮天？若没有我，这大圣早就完了。丞相，自5年前陛下意外痴傻，为隐瞒真相，政事便只能仰仗丞相处理。如此劳心劳力，却又多受误解冤屈。阿渊代大圣子民向丞相道一声，丞相辛苦了。有阿渊懂我，便无怨了。启奏陛下，陆大将军有军情禀报。宣，是。义父，阿简。今晚镜花楼那几个西戎商人果然有问题。我问了军器监，他们所用的弯刀虽然形似西戎弯刀，但材质不对，是北列寒铁所造。他们是北列人。北列人？难道是李庸出卖了皇帝的行踪？单就弯刀的材质判断他们是北列人，是不是太武断了一些？更何况北列人为何要扮成西戎人，带走陛下？当然是祸水吸引啊！当然是祸水吸引。北列与西戎已交战3月有余，正是胜负关键。若此时陛下被带到西戎，我大圣必举全国之力前去营救，北列自然可以坐收渔利。而且前日边境有消息传来，火风堡附近有大批牧民向西游牧。我一直疑惑，此时西境兵荒马乱，为何还要西迁？你怀疑这些是火风堡北列军侨办？没错。义父，此时如果火风堡的北列主力已驰援西境，那正是我军收复河山、一雪前耻的大好时机啊！
火风堡，我记得火风堡是……阿石啊，民乃一国之本，一旦开战，必劳民伤财。现如今的大圣，宜和，不宜战。切，话说起来一套一套的，他不是早就跟北烈勾结上了？义父，火风堡的百姓到现在还在被北烈人奴役，我们身在江都，享受荣华富贵，难道就把他们给忘了？好了，阿石，你不要再说了。丞相向来顺民心，听民意，但兹事体大，还需明日召集大臣，从长计议。阿姐，丞相和阿石皆是为国为民，忧思烦闷，阿渊为你们弹奏一曲，解解烦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皇宫岂是你能随意进出的地方？你想帮陆石促成火风堡之战，对不对？你说什么？我昨夜听你奏的曲子里有几个错音，难道是传递了什么消息出去吗？野史相传，圣国有一传音解字之术，可通过错音之间的间隔传递秘密信息。昨夜整整一宿，你和陆石都未离开过李庸的视线，想必你与殿外的以华早有一套约定的音律密码。你表面对李庸百般顺从，其实却早已在宫外布置了完整的情报网，为你所用。音律密文被层层解密，传递出宫，才有了现在足以挟制李庸的局面。先生，陆长公的意思。诸位可听说了北烈蛮子又一桩暴行？听说了吗？北烈蛮子太可恶了，是吧？是啊。哎，听说了吗？昨天夜里北烈蛮子在镜花楼里刺杀陛下。什么？太嚣张了吧！走，咱们到红宫门口抗议去。走。说个事儿，昨天夜里北烈蛮子在镜花楼刺杀陛下。真的？刺杀陛下，太上了，太可恶了！欺人太甚。消息昨日夜里就传出去了。今日一大早，百姓集结在宫门前，纷纷请愿，想要朝廷出征啊！你早就开始怀疑李庸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李庸根本不打算收复火风堡，因为他和北烈有勾结。你在李庸身边伏低作小，这些我都看出来了。但如今你帮陆氏暗中谋划，但你可知此战他凶多吉少啊！元齐5年的火风堡之战，便是陆氏的死结。义父，您不是要听民意吗？您听，这就是民意。收复失地，夺回火风堡！收复失地，夺回火风堡！之前在镜花楼胡言乱语也就罢了，你现在又来咒我弟弟，看来阿石始终都是有血性的孩子，没有忘记火风堡之耻。其实义父也有此意，只是想看看你的决心。既然你心志坚定，那自当以收复失地为大。我去向陛下请旨，啊！你就算不信我，那可是你亲弟弟啊！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你真的不打算阻止一下吗？陛下有旨，大将军陆石即日出征，收复火风堡。谢陛下成全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阿姐，阿姐，阿姐唤我来有何事？阿石，火风堡一定要去打吗？我没想到阿姐你也会这样问我。我一直以为最了解我的就是阿姐你，可你怎么也和那些朝堂官员一样，
阿姐只是担心你。阿姐只有你一个亲人。阿姐，你如果真的把我当亲人，就应该支持我的选择。我只是突然理解，阿爷为什么不让你去参选。我知道阿姐是担心我。以前我不是没有害怕过，可如果每个人都想着保全自己，那就没有人愿意上阵杀敌了。到时候哪还有国，哪还有家？就算会有牺牲，那至少我的亲人，火风堡百姓的亲人，大圣万千子民的亲人都能好好的活着。这样一想，我也就不害怕了。阿诗，阿姐，你知道的，我要做的事，你没法阻止我。阿姐，出征前还有诸多事宜要准备，我先告退了。阿诗，你若执意要去，阿姐陪你一起。陆将军的赤子之心，真是难能可贵啊！你若是再不走，我便叫人赶你走。你多少还是相信我说的，对吧？如果实在不能阻止他，就带我一起去吧。我曾经改变过命运，说不定这一次还能破解死局，逢凶化吉。到时候你是不是就能相信我所说的一切了？10年后，关于你的一切。驾！这骑马怎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？小姐，他也太慢了，我们都赶不上陆大哥的队伍了。哎，一华姑娘，莫要着急赶路啊！这人呐，有时候就得慢下来，看看路边的风景。不会骑就不会骑，哪那么多理由？一华，不要对御史大人无礼。下一站我们给他找辆马车。啊？哎，不用啊！谁有马车呀？我不需要。你们先走吧，我一会儿自己过来就行。哎，这怎么还停下来了？他该不会是要用走的吧，小姐？我就不信了。去！沈公子不必逞强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载你也是可以的。不用，说谁不行呢？我沈不言就算是爬，也绝对不会劳烦陆姑娘的。行。驾！驾！陆姑娘，陆姑娘，驾！这也太快了吧！这里依山绝谷，确实是个扎营的好地方。陆师果然名不虚传呐。马都不会骑，还评论起陆大哥。小姐，喝点水吧。给他吧。我不去。小姐，沈公子，喝点水吧。谢谢你啊，一直没机会跟你道谢。我让沈公子以御史监军的身份随军出征，自然不会怠慢。沈公子不必多想。我说的是镜花楼那次，谢谢你救了我。镜花楼那次也是为了救陛下，你只是顺便吧。陆姑娘，你明明人很好啊，为什么这么冷淡呢？沈公子，你还不了解我，不是吗？走吧。